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係2026年6月9號，我係 Anna，去咗旺角試58蚊人氣抵食中式四川米線。請大家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記得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啊 ！Let's go！ 今日去嘅就位於旺角女人街威達大廈呢間味珍鮮，果然係人氣小店。我12點零鐘去到，門口已經排咗一小撮嘅人。店鋪唔算太大間，室內嘅環境都光猛整潔，牆上面呢都貼滿晒啲搞鬼同好窩心嘅牌片字句，仲貼咗好多車仔配料嘅牌片，可供選擇，都係用 QR code 落單嘅。小店主打雲南四川小鍋米線，叫咗58蚊嘅雞雜小鍋米線試下。米線上睇熱辣辣，用銅鍋裝住，外層有個藤籃，幾特別保溫。呢個係藤椒丸嚟，係手打嘅，有藤椒嘅香味，仲有雞肉嘅碎粒。有啲呢係比較腍嘅，味道呢唔鹹之餘有野味。我都中意食雞內臟嘅，呢個雞心醬卜卜咁，亦都爽啖得嚟呢，有帶淋魚。幾多雞心？其實呢係唔止3粒㗎，係有6粒，都有新鮮嘅雞心嘅鮮味嘅。雞翼嘅質地呢就新鮮腍滑嘅，又夠 creamy。仲有雞肉，腍滑鮮嫩，令人回味。食材都清潔得好乾淨，仲有呢個爽口嘅雞腸。雞腸。好耐冇食過咁好食嘅雞腸啊！又有雞油嘅香味，又夠爽口彈牙。仲有一嚿好罕有嘅雞腎。雞腎呢都爽口新鮮嘅，略然呢份量就比較少咗啲。配料有少量嘅蕹菜同埋芫茜，味道都唔錯，夠新鮮。仲有少量嘅海帶同埋腐竹，索咗啲湯都幾惹味。米線嘅熟度啱啱好，夠腍滑又爽口，好食。我揀呢個酸辣湯底帶微辣，幾惹味，有啲鹹。小店係無限量免費追加米線嘅，我追加咗半份試下。佢嘅清雞湯呢係自家熬製，冇加味精，問店員攞咗一碗試下，果然加埋米線食相當好味。58蚊嘅四川雞雜小鍋米線，實在係抵食滿足。以下係今日餐廳嘅期間限定各款美食小食嘅 menu， 供大家作為參考嘅。今日分享係咁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